獨一嘅真主及人性嘅目的，此相環交直排種植以嚟做會。那每一粒石頭，攏家己學業比例頂頭，學業比例個家比另外一粒，安尼所有嘅石頭攏會擺落來。人個坑嚟，一定愛有一項物件是無依靠任何物件，一項有夠力動支撐活嘅物件，及隻微卡字。宇宙嘅萬物就親像遐石頭共款，就親像每一粒石頭攏家比靠其他嘅石頭來卡。宇宙嘅萬物嘛需要這其他嘅物件共同存在。你需要空氣、水及食物，食物依靠土地、雨水，雨水依靠物理定律。無論你看對話，每一項物件攏是依靠其他幾項物件。科學真詳細解說這一連結，以講有贊在因一項物件安怎依靠另外一項。唔過伊無解釋是安怎區別的石頭一開始會當卡咧。伊無回答這問題，是啥物有夠力當支撐萬物。為了解這點，咱必須看攏過這串依靠的物件，一定愛有一位存在者支撐萬物，但是無依靠，也無依賴任何其他的物件，彼位支撐萬物，但是無受任何物件支撐的，就是咱所講的全能的真主 Almighty God。